台南安南区城西里附近的海岸，最近有志工发现讲，有20只母的红公爬过斜路要去放卵时阵，却互经过车搞死。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认为，为着要维持地方生态多元化，伫7月到9月这红公生态高峰期的分阶段交通管制，然后呼吁乡亲暗时唔通驶车入去。 车路顶悬有一个尸体，拢是互经过车搞甲水糊糊。这种生物号做红公，无人讲是海南公。总共数量上济就伫台江国家公园遮。每当6月到11月是红公生态季节，因一般拢伫土地，到下暗时才会豆豆经过沟仔爬车路去放囝。最近台南河川志工伫青草仑巡守，所发现有20只红公互车搞死。那落雨过了无？增开的产业道路有无？ 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那一些，有的是无注意到吧？有的是刻意看一只节啊，刻意甲搞我死啦。这种物件对咱遮来讲，因为咱的宣传教育无做甲遐充足，要注意就是车开较慢的嘛。红公常在后车搞事的原因，因为咧前线动作班，加上车顶笑着因会动工停落来，刷落来这3个月是因生态高峰期。台江处这阵分3梯次做交通管制，嘛培训志工做调查巡逻，避免人为迫害。台江处讲到今已经查到3000只。 今日出现红公落沙的状况，敢若有提早1个月，因后续会阁建议调整交通管制时间。今年咱已经有调查到要3000只的迄个消防员组些母的，要去降海试用，比去年较早来看佫较济，所以今年的数目可能会比较早佫较济。会提早，可能跟全球暖化也有一些关系。我觉得更大的功效应该是这几年的保育有在成功的推动。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人投入那个志工，然后封路，对这边的生态是有非常大的成效。目前安南区城西里青草仑的海岸边已经有设警示牌提醒引路人。台江处指出，全台海岸线这段期间，拢加减会出现红公，呼吁大家做伙保护，尽量暗时莫驶车入去内底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